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本集节目是伫 Mike Studio 录音，用声音播送理想，用空间品味生活。感谢台北上水的 Podcast 录音室 Mike Studio 提供空间以及录音设备资源。大家好，我是阿德。咱今日来找老朋友开讲，今年来过吼，真罕尼遮紧就拄着老朋友，表示讲即个作品产量诚大，先产了诚紧啦吼。先请咱即个来宾嘅老朋友，甲大家先小证明一下，好无？大家好，我是罗莉亚剧团的团长怡珍。罗莉亚剧团。大家应该拢知影，罗莉亚是什么物件嘛？吼，是夹脚拖嘛，华语讲夹脚拖，夹脚拖剧团，然后其实你正式对我是用这个词啦。这罗莉亚剧团团长，你算团长嘛？对无？团长，团长本人吼，顶边咱来开讲的是即个强嘛要起行，为着即出戏，对嘛？为着进前你伫网络顶悬写一篇文章，咱即边嘛来讨论着即个问题啦。我想这是所有毋管是看到咱今日的标题，或者是听到你的声，即个罗莉亚剧团的团长今日来宣传。另外一出戏的时阵，可能心内头一个问题，若无解决即个问题，对我来讲，即个问题是诚严重。无解决即个问题，可能后壁真歹讨论落去。啥物问题？我甲朋友伫讲起着即件代志时，逐个嘛是甲我问我讲一个问题，说毋是讲要歇困啊？像那雄雄讲你莫讲歇困啊！有当时一个剧团一年做一出新戏，就真无简单啊！毋管是旧戏新戏啦是安那则讲要歇困尔，雄雄都搁有戏要来做啊！顶边因为感觉咧讲白贼。我想即个问题一定要对即大家有一寡交代啦因为顶边你有发广告嘛讲决定要无限期来暂停就是即个剧团本身的演出制作啦。那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会互你有即个无共款的想法，新的想法出来讲咱要继续来做？那当然，另外一个我嘛希望真想要了解讲，咱顶边都做即个有开讲着强嘛要起行，即出戏我嘛有亲身去看者，确实诚趣味我讲伊即个表现的方式啦，或者是演员确实拢足厉害这真正是真值得大家入剧场去看的即个演出。当然，反正日后还阁有即出戏嘛，无一定咱毋知影暂时当时已经先今年几月时阵做了的？看袂记得咧，3月还是4月？敢若讲久嘛无久，但是迄去想嘛有一段时间啊啦，可能半冬较加有啦。有。迄时阵就有我有亲身去看即出戏啦那我嘛想要知影讲你伫咧，因为你即出戏要做进前，强嘛要起行，要做进前有发布即个广告因为毋管是各种经营的困难剧场确实是足歹经营的代志啦剧团啊，那后来即个。即件代志公告了，对即出戏强嘛要起行毋管是票房或者是后来大家互你的一寡反应，敢有一寡影响。还有就是即出戏做了后，照你讲你应该是有想要歇困嘛。但我发觉讲你其实若无歇困着，你有够无用的了还有公司的一寡合作嘛，我若无记毋着敢若即个物件。但是其实即个公司的合作是旧年咧做的代志。
旧年就伫做，阮旧所以今年年毋免做搁做了啊，这个免啊，做了。因今年就是剪接才开始报啊，送咧。嘿是，所以其实即个节目做头前准备嘛准备真久咧。我本地想讲你是今年才开始无，做，阮做好就要旧年的热报送咧。天就开始咧做啊，哇，嘛咧开始写做剧本等于讲做啊，年表演，外有哦，差不多1年以上。半年啦，半冬。恁制作是安尼，因为后壁还有剪接啊，还有啥呢？规个做甲电视节目真正播出来是搁一段时间。迄个热时阵开始写剧本吧。啊，到当就是到当其实嘛做袂少代志啊，但是就是拄则咱讲诶，广告讲剧团伫咧做好强嘛要起行了后，想要来歇困即件代志，后来啥若有变化？啥若你会坐伫遮？就是讲，本来想讲休困诶时阵，阮就是感觉回归初心，初心吼，就是阮自16年开始，就是为囡仔咧讲台语诶故事。啊，毋过等一下，麦克调整一下你诶即个麦克。就是讲，阮16年开始讲台语诶故事，伫咖啡厅啊，还是册店，安尼就是毋是一个足正式诶舞台剧诶场合，啊，毋过就是会当甲囡仔见面，就是即种方式咧甲囡仔交陪安尼啊。舞台剧吼，真正是足困难诶一件代志，所以阮想讲，咱休困了后会当继续讲故事即块，吼，好好来做，啊嘛是安尼做啊，啊毋过就是受着文化部一个计划，即个计划咧，因着通知阮足侪剧团诶啦，若是阮罗莉亚，足侪剧团拢知影哦，哇，即个计划足特别，就是一个台语表演艺术诶主流化诶计划。是，即马其实新闻诚大。对，就是鼓励大家所有诶表演艺术，若是戏剧啊、音乐啊，拢会使来试看觅用台语来表演。所以足侪以前无咧做即个团体拢做伙来做，我感觉足有意义诶。对台语或者本土语言即部分较无去做即块。嘛，因为有即个文化部即个较大型诶计划案，可能嘛拢逐个来试看觅讲，有遮大诶一个投入款式，咱会使来试看觅安尼。啊，即个计划就是希望讲，应该爱有一半诶比例以上爱用台语，吼。但是阮即摆即出戏就是全部拢是台语，因过往阮拢是100%拢是台语嘛，所以感觉阮就是咧做即个代志。若是要参加即个计划，敢若讲袂过，就是足拍算诶。所以想讲好，今年即个计划，阮嘛是来试看觅啊，做伙来拍拼一摆。所以其实确实有当时真为难，就是讲咱当然嘛希望讲表演团体、艺术团体会使靠家己来食穿，完全靠家己，无需要我靠着补助啦啥。咱一直希望讲团体是会使家己好好营运，但是艺术或者是文化即块物件，伊毋是单纯一个商业考量，毋是商业考量就会使解决的物件，伊较复杂嘛。有当时政府的投入，政府希望伫倒一部分去增加伊的投入，去互即个物件做搁较风风火火起来，做搁较互逐个来注重，其实确实有伊的责任伫咧。毋则会讲，今有即个咱讲台语主流化，台语表演艺术主流化。还是表演艺术台语主流化，反正就是即个计划案，即款的方式，其实对剧团，尤其是本地就一直有伫经营本土语言的剧团来讲，其实嘛是诚大一个动力，或者是一个鼓励。是，一定是，有资源通做即件代志。因为阮罗莉亚剧团做的戏剧，选的议题拢足硬，亲像二八啊，还是白色恐怖啊，即款的议题，啊，毋过，就算讲遮的议题，拢比台语表演搁较好推散。所以有即个，这嘛是我后壁会问你问题，甲市场较有关系啦。咱讲即个表演艺术市场来讲，确实有即个问题，就是议题甲这咱边会使来讨论一下。所以迄个时阵，你会应该讲今年你会搁加出即出戏，其实是因为本地罗莉亚剧团就是拢伫做遮个甲本土语言或者是真侪关怀的议题有关系即款的演出，那拄好有即个即个计划案，文化部的计划案，所以想讲
咱若会使来无做伙徛伫即个台顶吼，恁本地就是做即个物件的人。是，那当然，这是后来你的转变。毋过嘛真想要知影讲，你伫做腔嘛要去行迄几条场，伫咧你原本讲广告要暂时停止伫咧剧场啦，应该讲伫咧剧场的演出，应该讲较清楚，就是讲你是希望，你迄时阵你是希望讲暂时伫咧剧场方面歇困，但是其他所在共款有经营啦吼，你对囡仔的即个讲故事的方式，搁较侪互动啦吼，甲囡仔可能你即个毋是徛伫剧场内底，但是有搁较侪无共款的方式，甲囡仔互动的，即个代志是无改变，本来就搁有伫做，嘿啊，但是若是就即个腔嘛要去行即出戏来讲，你当初是广告了后，因为咱伫咧顶边访问的时阵嘛是伫咧广告了后，但是演出进前，那后来正式演出的时阵，你对你来讲，你感觉讲迄个广告敢有什么影响，还是什么款的变化？我感觉影响足大嘛，无想到会有遮尔大影响。因为两礼拜要表演进前的2礼拜。票房敢若一成尔嘛？遮低？嘿啊，所以我才会有即个想法啦。恁的戏足好看呢。就是毋知推塞袂叮当，毋管是议题或者是可能演的部分。你听看嘛，台语文学女性议题，可能就是你看起来就是无遐尔啊会当。我了解。毋过就是有足侪人鼓励嘛，即个消息放出去了后，老师啊，较早学校的校长啊，吼佫有足侪文化部的朋友嘛是一直鼓励讲莫安尼，做足侪档啊，佫坚持一下安尼，是有影响啦，就是有感觉是毋是真正足可惜的，就是嘛是咧想因为。即摆就是因为即个计划，因为这台语文化表演艺术主流化的计划，所以这真正是一个足大的动力。是，其实咱若是做过剧场的朋友，做过剧团演出的朋友，可能就拢会知影讲，你一出戏开始正式对外放送、对外宣传的时候，可能迄1-2礼拜内，就大概啊票房一半以上都已经确定啊。对真侪戏、真侪剧团来讲，到底即出戏卖了会好袂好，其实你就差不多会知影。所以就讲到演出前2礼拜，你的票房无好，讲实在，你的票声无好，迄个压力是足大足大，因为后壁要推杀无遐简单。票房这票要推杀，其实算真正是无啥物部会当推。你要宣传都是安尼尔嘛，都是遮个物件尔。你到底是要安怎个宣传？你甚至讲你还袂有戏做出来，比如讲前一阵即个有一出甲台语有关系，即个甲看蒙瓜有关系，即出戏人讲秒杀，随卖了，票声非常之好，迄就是即嘛是到迄头前，你一定头前的迄个声势就要起来啊！你若到后壁其实足困难，但是声势好无，票声好无，甲即出戏好无好，其实是无牵连。讲实在，这是头前你有资源宣传无？是，有足侪戏拢足好看，但是就是卖无好。对，这我想这是真大的问题。但后来因为有即个事件，就是你写一个暂停的广告了后，其实引起真侪人的注重，大家拢伫关心讲，真无彩，或者是即个无彩的感觉，大家斗宣传、斗分享、斗互大家知影了后，其实有真侪本来其实是关心这个议题的人，或者是因对即个戏是有兴趣、有趣味的人，但是伊毋知影这个消息。后来因为即个方法知影消息了，我听讲你的票房其实变化嘛真大。迄个时阵的即个上尾了应该是有8成，这足大嘛。但是嘛是一直互我思考讲，是阮做戏是毋是爱做？讲白就是讲好笑啊，还是做欢喜的即种戏才会有法度甲即个观众靠入来。毋过就是足侪文学作品、足侪戏剧作品，毋是种欢喜的嘛。毋是来舞笑开互大家笑的。嘿啊，所以我嘛是即马也是咧思考讲，爱做啥物戏，大家爱看还是讲爱安怎互因有信心入来看即种无共款的戏剧。
规工伫暗来找去，到底即个戏是爱做了趣味、深色、笑亏，还是有做真正我想要讲的议题？还是也是议题内底爱包装一寡好耍的物件，还是安怎？来去去，来去去。这都困难呢。啊，你即摆要做的即出戏，新的嘛袂使讲新的捌做过，但只是迄个时阵敢若毋是台语的版本，我看起来敢若是安尼，对外宣传看起来。无，迄当阵嘛是100%会全台语，但是你的宣伊传是的title 是华语。原来是安尼。原本即出戏你用的标题，古早时的标题是从前有个巫巫婆。那当然，咱即边连标题嘛，正式用即个台文的文字正字来写，做，互你家己讲好啊。足久以前有一个红婆。足久以前有一个红婆，红婆是啥咧？就是巫婆嘛，毋过红婆毋是阮翁因某的红婆，毋是阮翁的阿婆，拢毋是吼。但是，这红婆这个字嘛是有足侪观众来回应的，嘿。伫2020年的时阵，阮表演时阵讲出来的时阵，就来讲，奇怪，巫婆毋是讲红姨，那红姨有人讲是？伫我的人脉内底，红姨足侪是原住民的迄种这个词吼。咱用较文言讲，就是巫女啦，巫女，巫女是巫女，是女巫的文化，女巫，这个文化。毋过因做的代志，对我来讲，拢是做正面的，怎么讲？正面的一寡，比如正向用草药啊啦，迄款的，就是帮助人的。毋过民间疗法，包括一寡祈福啦，替你希望讲咱今日一切顺遂啦，就即款的。阮故事内底即个巫婆是有淡薄仔负面的想法，就是讲一直有一个巫婆咧对着我，对伫我后壁，一直甲我虐。较反派的角色的感觉，伊伫心目中安尼。所以想讲，是毋是用红婆即个字？你是挑工去甲做一个分别啊，莫讲互逐个较无遐正面的即个角色，甲过去咱讲红姨啊，即款的角色难做伙。因为红姨对我来讲，真正是足台湾的，红婆即种是一种足悬的迄种帽啊，迄种穿乌衫，童话，嘿是。毋过也是有观众讲，伫台日大字典内底，这红婆意思是海上的女神。我这我就真正毋知影，毋捌听过这个讲法。我真正是去查，真是诶，日本时代是海上的女神的意思。安尼嘛是讲会通，是因为即出戏内底伊就是主角，就是出海去冒险嘛，就是嘛是因某啊，就是因阿母，就是红婆嘛，就是对伫后壁，所以阿母亲像红婆共款安尼对调调，心中的即款乌影感觉安尼。其实伫咧前几档有一个新闻，我毋知你有注意到无？就是伫咧欧洲的，算欧洲的款，迄个罗马尼亚，因为即个国家的即个礼仪的文化是足实行，嘛袂使讲足实行，就是因一直以来拢有即款物件。啥物文化？女巫，我会听伊讲礼仪啦，或者是女巫嘛，或者是讲巫女拢会使啦，就是礼仪的即个文化足实行，就是咱想的迄款帝国悬的个尖帽啊啦，年会可能坐啊，穿较乌即款的，用一寡草药啊啦，下酒掺啦是，因为一款就巫毒，迄个华叫做巫毒娃娃迄个红仔迄款的，下酒掺呢。因都有即个新闻出来讲对即个国会一寡政治人物因无介意，又正式公开讲，我要对你下酒掺就是即个感觉，你会使去找一下即个新闻，我记得前几年的代志尔，台湾有伫报即个代志。啥物代志？后来有安那无我毋知影，迄个政治人物有安那无我毋知，但意思是讲，阮有甲落酒掺安尼啦，我真趣味的一个我迄时我看到即个红婆时，我想到。物件我波迪卡你会使去研究一下即个新闻，嘛真趣味。所以咱拄好你有讲着讲伊对伫一个人后壁诶，一直有一个对伫一个人后壁即个剧情嘛，所以伊大概也是咧讲什么故事。你敢若你我嘛毋知到底即个故事是要讲啥。即个故事就是
一个囡仔就是感觉因阿母足烦的啊，规工洗洗念啊，管伊管足济啊。我细汉我著讲有鲁塞，会晓一句人知什么意思啊？啊，就是感觉阿母亲像翁婆共款啊，我要离开阿母，去一个翁婆找无我，阿母找无我的所在。毋著离家出走。嘿，伊著离家出走逃走厝吼，去伊讲伊著讲伊要去世界上上远的所在，叫做金大厦。吼，这金大厦是啥物所在？就是阮迄当阵著问台语老师讲，老师，阮想要号一个世界上上远的所在，一个所在一个名，你敢会当帮阮想一个名？啊，伊著讲上远所在就是13天外所在，你敢要想别种语言？啊，所以金大厦即个语言，即个字就是原住民语大洋的遥远的意思。真遥远的一个所在。足远的所在。伊事实上若是用大洋话来讲的，安怎发音？就是金大厦。金大厦。嘿。即个咱敢会有大洋的边？我毋知，我无得较等下选来找一个看觅。我嘛有同事是大洋，我会使甲因讨论着每一个看实际上安怎发音吼。我请伊即录一个头款，互大家顺手学一个。咱毋是干那学台语吼，其实真济本土语言有机会拢会使学一个。就算讲干那是几个简单的字词，伫咧互相小姐妹若是用着，其实我感觉亲切感是完全无共款。就是想讲，毋若是台语尔，就是阮拢做伙住伫台湾，所以会当知影别种本土语言，真正是足幸福的代志。对，照你讲，咱的即个语言内底掺杂即个无共款的本土语言内底嘛是足史上迄些应该爱负的代志。我认为是安尼啦吼，所以伊为着要逃离即个就杂念的老母吼，有够烦的吼，有够圆甜的吼，对伊来讲，敢若一个翁婆共款吼，所以伊要去一个足远的所在。后来咧，伊著去冒险嘛，伫伊冒险的过程中，就是拄着足侪奇怪的代志，也是做特别人，啊，佮有拄着真正的翁婆。正式真正正经是翁婆迄款的。啊，后来就是阿母对调啊，所以伊拄着上大困难的时阵，阿母甲知影讲你毋捌真正拄过歹人啦。嘿，就是一个囡仔落跑的过程啊，但是上尾就了解讲阿母对伊的意义，厝家己的家对伊的意义是啥物？即个故事其实是我做少年26岁时阵就写好啊。这是你家己本人写的？是，就是迄当阵吼，足趣味，就是我定甲别人讲，这就是阮阿爸吼，伫我26岁时阵写一张批互我。我就感觉哇，有够烦的啊！这嘛要管，迄嘛要管，伊就写批甲我讲，26岁是查某人上好结婚的年。你26岁，你本人26岁的时阵，你讲送写批互你？写批互我。讲26岁是足适合结婚的年纪哦，吼。伊是安怎爱写批互你？摆定甲你讲就好。可能做秘书吧，就是这代志，阿爸要甲查某囝讲，希望你结婚有生囝安尼，应该。你岁数嘛该到啊，吼，该结婚爱该嫁爱嫁。阮就是做传统的家庭嘛，就是伊想要互我知影，所以就是真正是写批做用心的，甲我讲这个代志。我想讲26岁你就是对我大人大境甲你管，应该是无遐尼早就想要结婚嘛，伊也是想要做事啦，是看即个世界嘛，证明家己会当独立，会当家己饲家己的年岁迄当阵，所以我著一时之间著写即个剧本，写了后，你看即马10几年、20年过去，所以感觉这无你今年28嘛，就是说差2岁。差2岁2年前安尼嘿。就是有无共款的想法，家己变做阿母了后，总算是了解着迄当阵爸母是安怎想的，人生有拄着足侪跋倒的时阵，真正是转去到厝内看着爸母。真正是足大的力量，所以这一路来嘛是足趣味，也是足想要甲大家分享讲，这个剧本，这个戏剧的过程是经过足侪档的思考。
所以伊有搁调整过无？甲你当初是写的时阵比，有调整，有做一寡调整。哼，毋过你真正是创作者，我感觉这就是可能是创作者的即个个性或者是啥，因为一般人若可能收着出来写一个批来甲我讲，我已经20外岁，甲我讲我爱创啥爱创啥，我可能敲电话等伊甲骂，我可能毋是写一个故事。我想大部分人一生气，若是以现代可能是团结来啦，吼，讲你管遐济要创啥？迄当阵无来，无我着咧封锁，我竟然嘛毋是写批回忆，是家己写一个故事去转换你家己的心境安尼，你的心情。倒个，这真正是创作。我建议大家吼，以后日后你若是甲即个爸母有一寡无欢喜啦，吼，问死帮拄咧即个斗袂捌啦，就斗遐有顶档吼，会用故事来写，去投稿，无得靠你日后的即个创作，就是为遮开始。我真特别吼，竟然是安尼产生即个故事嘿啊，的。伊后来倒个讲，你得种啊，我这是台东儿童文学奖，是哦，多谢阿爸。顶多是恁爸甲你讲诶。无啊，我发现啊，就是大概是感谢爸爸有你这个代志。你敢有甲讲是安尼来诶？无。我讲你即集转互恁爸听一个看卖安尼。我毋知伊敢会听这拍。我讲你会使试看卖转互听看卖，讲你敢知影当初是即个作品是甲你有诚大诶关系安尼。当然我讲这是诚趣味一个来源啊，原来故事有人是安尼产生出来诶。当你故事产生经过遐济当，其实我嘛像对咱讲诶，你嘛做老母啊吼，你诶即个心境转换，伫面对囡仔，家己即个身份诶改变，可能嘛有无共款诶想法，嘛伫故事内底做真济无共款诶调整。除了故事本身诶调整以外，你上早是2020年伫就头一遍有做演出嘛？台北，那到当即遍你要做吼，我毋知你有做什么调整无？毋过我讲伫咧演出的形式来讲，就是讲舞台顶。但是我知影讲你即届嘛有主打讲你有真济无共款的表演的形式伫咧舞台顶。这部分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甲一般咱莫讲甲过去，甲一般演员无共款嘛，就是较早诶演员有诶无共啊，所以有新诶表演诶方式，嘛有增加设计，就是即摆有一寡影像诶设计伫内底，就是想讲因为2020年诶时阵是疫情诶时阵，最严重诶时阵2020，因阮拢拄着疫情，佮有桃园布头吼，迄当阵嘛是毋知影要安怎做，毋过所以就是离观众足远诶。阮本来想讲，阮想要行来大家骹甲观众互动，你这活动拢无法度做咧。是，所以阮即摆就是总算是会当行落来啊，所以阮就甲即个部分个捡转来，所以嘛是做足侪设计伫内底。会有行落台骹去甲观众互动。甲因问问题啊，安尼。你直接甲因讲话，毋是敢若经过因尔，是会甲因讲话。是互动诶。所以囡仔若去，因为咱主题，即个主题其实是为囡仔来做设计嘛，吼。所以你囡仔若去是真正有机会会使回答恁诶问题，甲恁讲着话，甲恁互动。坐较头前诶无？看这演员要行去倒位，阮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讲你上惊啥物物件？你若是讲即个物件，可能即个物件就会用一种方式出现。你真系惊啥？你讲要惊着对啊？就是足趣味啊！你会讲，我刚拄则讲诶物件出现伫大家你会先做一寡准备，互伊有法度用看什么形式希望阮有准备呈现出来安尼。然后讲惊蜘蛛，惊另外一款六支骹，我连讲都无想要讲迄个名，一寡动物，一寡虫。你若出现，我应该就艰苦。我希望就大家讲一寡较古锥的物件啦。所以会有真济互动，囡仔的戏出确实是互动变成足重要，对无？是，即出就是足欢喜的。较早表演时阵，阮家己大人是袂感觉足惊恐怖还是安怎？毋过就是嘛有人讲，我囡仔看一部感觉足惊的，所以阮即摆即个风格嘛是有改变。
就确实因为你若是较细汉的囡仔，看着像红婆啦啥，你较乌影、较小可你的，电火较哼哼，暗诶，伊就是是惊嘛，是是，所以阮即摆有调整，就是希哼哼。望讲细汉仔囡仔嘛有法吼，度来看安尼，佫有法度表现讲我要表现的感觉是啥安尼。做一，所以其实为2020年到呾嘛，伫咧形式或者是佫较幼路的一寡面对囡仔，当囡仔若囡仔行入剧场的时阵，因可能爱特别为因去注重啥，特别去关心着因可能会惊的所在，或者是因可能较无关系的所在，变讲遮拢爱佫较幼路来去处理。这可能就是做囡仔剧、亲子剧较爱注重的所在吼。你若是一般做大人看戏，我要足恐怖，就是愈恐怖愈好。你有才调，甲即个气氛做甲十足，人电脑甲你学了讲哦，有够做。但是你做亲子的、做囡仔，确实是爱注重，其实无啥共款的。就每一款拢是专业，剧场是一款专业，但是剧场内底你面对的观众无共款，你需要专业其实嘛会无啥共款的。对，就是希望大人囡仔拢会当看甲足欢喜。嘛有一个足特别的所在是，阮有一场是手语诶翻译。手语意思是讲台顶，毋是演员伫比手语嘛，应该是有其他人伫现场。有手语的老师伫边仔翻译。因为今年的欠嘛要去行嘛是有手语场，迄摆是2个老师，即摆阮足久以前有一个红婆是3个手语的老师。你伤忝啊，老师看剧本看阮以前的表演的迄影片，讲哇，恁的角色有够济。你讲这我袂较袂了，你找一寡人来斗相共安尼。嘿，伊嘛讲，若是较济老师来翻译，其实听障朋友咧看的时阵，会看甲佫较感觉佫较精彩，确实是。以前我拢无想过即个问题，咱拢听有诶人拢感觉有一个翻译会当翻就好啊，毋过这对因是有差诶。反正就像有一寡字幕，伊可能无共款的角色讲话，伊嘛会用一款，比如讲我是演出像的话时，我会用较社体字形，或者是用较粗的字形，还是我遮是重点会放较大。其实伫咧字形字幕顶悬有当字形嘛会做一撮变化嘛，有可能像即款的感觉。对，确实对听袂着的朋友来讲，我已经必须爱看人来比手语，你若敢若一个人。伊嘛足无用，确实，若会使去分配一个逐个，毋管是角色的投入，还是规个剧情的解脱反射嘛，会佫较顺势。我伫想，毋过拢是成本的。这真正是成本啊，就是加一个老师嘛。毋过就是我感觉这提醒嘛是提醒我家己讲，面对无共款的人，你爱有想佫较济，你爱佫较有啥物？迄是什么？设身处地吼，为他人设想的迄种心呐，同理心的感觉，你确实因为同理心，咱家己有当时就是即个共感，咱有当时无法度去理解。比如讲，咱本地就听有声的人时，你其实无法度去设想即个世界完全恬静的即个世界即个环境，你想袂着。就算讲你家己的耳仔按起来，其实无效，因为声音嘛是会入来。但是真正听无的人，迄是个完全无共款的世界；或者看无的人是完全无共款的世界。其实对因来讲，亲像欠嘛要去行了后，有观众。手语的观众讲，伊即世人真正罕咧看表演艺术即种活动，因为伊感觉这是无共款的世界，无关系，我无需要行入去。朋友叫伊做伙去，伊拢伫大骹咧困，拢感觉无家己的台。毋过就是有手语翻译了后，伊才发现讲，哇，原来表演是遐尔啊好看，所以其实。阮明明就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所以是要安怎做才会当有佫较济空间，是阮会当做伙去分享咱的感情的。是。其实因行入来剧场嘛是足有勇气的。我家己有即种想法，是因为嘛是熟悉手语老师了后，我着看伊介绍一寡聋人朋友开的店。亲像咖啡店嘛，安尼。我着有头一摆入去的时阵，因为头家就是手语
手艺的头家嘛，嗯所以我入去的时阵，我发现讲哦，伊点咖啡你拢毋免讲话嘛，就用比的，比了后，就结束啊。但是我想要讲多谢，其实我知影多谢要安怎比，毋过我就是头一摆，我足歹势，会紧张，所以我迄摆吼比较足歹势安尼，一个大头部安尼饲一个安尼，第二摆我就感觉袂使，我已经会晓啊嘛，我就是应该爱做明显互伊看着，我会晓，我会讲，第三摆就开始做正常的安尼，就是其实每一个人要甲无共款的人交流的时阵，拢是爱勇气的，所以我嘛感谢这手艺的观众会当今日来剧团剧场来看戏。我感即个经验或者即个故事，对我来讲是一个真感动人的一件代志。对我来讲，因为其实咱若是比如讲你家己听力正常吼，咱本来最正常啦，因为咱无你听节目，无你听节目，你讲你听袂着。但是你若是咱换一个方式去形容，比如讲你伫咧台北，像你讲一间咖啡厅，今爱你行入去，所有一切你拢讲台语的时阵，有偌济人有即个勇气，有即个才调做即件代志。你就算是讲一句多谢，其实拢无遐简单。因为迄个环境无共款。所以即款试验，比如讲你是要行入一间就是会比手语的咖啡厅，反倒转来讲，对一个无法度听到声，伊必须要一切拢用手比的人，行入剧场有偌困难。你要问一个工作人员讲，请问变数伫倒？人毋知要安怎甲你应呢？伊嘛毋知你伫讲啥呢？对无？会有即个问题，所以真济即个剧场，应该讲，咱大已经甲手语台湾手语嘛算做国家语言的一款啊嘛，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已经有提起即个代志。其实就是你甲咱提醒讲，即个环境其实需要对其他的语言搁较优先，包含着手语，迄毋是只是当做一个语言，是一个咱对即个世界、即个社会无共款的人、无共需要的人，拢有伫注重，拢有伫关心。希望即个环境是搁较友善，甲搁较包容。我感觉是即款的环境吼，包含真济剧场，目前所有剧场，我相信对即个听袂着的人来讲，其实无遐简单行入去。所以有手语场是一件足无简单的代志。第一是你成本来有悬，第二对一般观众，甚至讲对票声，咱讲较现实，其实无偌济帮助。就有限啦，讲实在。接受嘛。甚至你讲要摕这个做一个话题，关心的人嘛无一定多，对无？你讲要写一个新闻，有偌济记者管你甲你看，对无？但是就是因为第一是当然政府必须要伫即方面有一寡推手，有一寡补助，互咱有法度做即件代志。因为我前阵仔伫网络顶看着讲，像伊安怎讲？讲钱是看会到的多谢，所以听起来就现实的。毋过确实是真济物件，像手语老师，你为2个增加到3个，加一个人就是加一个人的钱。迄钱嘛毋是讲，你毋是讲叫人来做这蓝山工啊，做小工讲1点钟100外箍、200箍就解决，毋是安尼做，迄拢是专业。所以这拢是开销，拢是收费。这真正是第一是政府的官方的投入，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是。即个创作者还是民间的即个人，包含剧团，包含着一般人，爱有即个意识去做即件代志。我讲即两方面拢需要，所以有手语场即件代志，我感觉是足无简单。当然，若讲倒来字幕本身，即本来我嘛想要问讲字幕的部分，就是你即个是台语演出，全台语演出，字幕你目前是写华语，还是拢有，还是安尼？我毋知你安怎处理。其实即摆阮无字幕。你去字幕歹啊！我就是手语安尼。手语也无字幕，但是因为你敢袂烦恼？烦恼是，我烦恼甚至讲烦恼啥问题，我拢免问啊，对无？我一问，我刚问讲你敢袂烦恼？我想大家都约会着。毋是，就是讲，就是我家己看台语的戏剧的时阵，我是无咧看字幕的。我是感觉我若是看字幕的，我就一直看字幕的，无咧看人咧表演啦。台顶
真正是做无用诶啊！你拢无其实舞台就无用诶，你知影？嘿啊，就是想讲，其实阮即出囡仔戏诶台语无遐尔啊困难，无亲像欠嘛要去甲遐尔啊文学性，嘿嘿，伊是做趣味诶，娱乐性较大诶。啊，其实你大应该拢50%以上一定听有，啊，毋过就是有诶爸母会烦恼。阮2000年诶时阵，头一摆表演时阵，就是有人无发现讲这是台语诶表演，买票了后才，怎会是安尼？伊就生气哦，伊去甲阮妹讲，我要甲你告，哪会是安尼？我想讲，啊，你着先看觅嘛，你来看，吼，伊本来就生气，但是阮着发现讲，其实伊诶囡仔看甲足欢喜诶，你平常时无咧甲伊讲台语，啊，毋过伊可能嘛有听过别人讲台语，伊甚至是看表演着看甲足趣味啊，所以你应该是互伊一个环境去接触即个语言，囡仔着是白纸嘛，就是所以阮着是有即个环境，你着入来来享受即个足趣味的，内底毋若是台语尔，嘛有足侪趣味的表演口技阁有影像。就是有足侪无共款舞台剧的元素伫内底，所以我即摆就是无感觉即个语言无遐尔啊文学逐个拢会当接受。这是另外一个考量的方式，或者是考量的理路。我是烦恼讲，是毋是？因为听无的观众是希望是爱有字幕较好诶，毋过。顶届是因讲，这秋叶老师比较做清楚诶，阮着想讲，那即摆来试看觅，若是无字幕是安怎？嘛是一个试验啦。甲大家分享着是2000年阮表演诶时阵，是伫文山剧场，就是一个拢咧搬囡仔戏诶所在。因嘛是头一摆。拄着是全台语的演出，规个剧场阁当甲头一遍拄着尔。所以前台工作人员吼，想讲，这个剧团是全台语的，阮是毋是announce的时阵嘛来全台语？因家己头前伫放送一寡注意事项啥物。就是讲30分钟以后入场袂当食物件，即种announce因着头一摆用台语来讲，就是恁有听，阮拢有听过一束鲜花的故事，就是花囥伫个桌仔顶感觉桌仔做无整齐整理一个桌仔，就是这慢慢影响一个代志，影响一个代志，一个人影响一个人。为一寡较细项的物件，一撮一撮其实是会造成影响。恁若伫即个小编，你即届是伫即个台湾戏剧。有做戏剧中心嘛吼，台湾戏剧中心的小表演厅嘛吼。阮家己来即个自我推荐一个，若需要头前即个放送，我会使免费替你。多谢。我想，我毋知，我无特别注意过，讲因头前的放送，敢若是以华语为主啦，吼是敢若是安尼。华语为主拄则讲的是有些工作人员会讲的，一寡现场伫讲的，一寡提醒啦，还有什么注意的代志。因着家己认识，家己讲，我讲这有心的呢，感谢。嘛，伊是因家己决定安尼做的。毋是恁特别提出即个要求安尼。好，你即个台湾表演艺术中心家己较注意一下吼，人文山剧场已经做甲够啊。我是想讲，其实大家拢会晓讲啊，所以大家做伙捡转来。我看即个表演的剧场，即个组织，即个单位，日后其实嘛应该会使有搁较侪无共款配合演出单位或者即出戏的主题来做变化的方式。你看，你若去即个超市啦、大卖场，甲什么节时阵，比如讲即个咱前阵啊，然后做万圣节嘛吼，毋管你要讲西洋几节啦，万圣节，伊嘛有真侪工作人员嘛会结一寡有诶无诶即个打扮啊啥，你若甲拄着即个圣诞节吼，西方诶即个圣诞节，
伊嘛定定拢伫一个帽仔啦啥，嗯是毋是日后反正比如讲去即个表演场，要求因的工作人员嘛伫一个帽仔啥，有一寡表演，无得靠日后我伫想啦，毋知决定反正会使愈来愈活泼啊，甲即个演出的主题嘛，一入来你就开始有即个感受，我当华语甲伊讲沉浸式嘛，吼，台语话人讲浸水式啦，吼，就是你入到即个环境就开始有即个体验，啊，大家开始反正连工作人员。即出去既然是全台语，工作人员全部拢讲台语嘛，无一定。嘿，未来反正嘛有机会使安尼算。我嘛希望安尼。这可能是一个工程，毋过我讲这是会使有机会会使做较到的代志啦。我希望是安尼啦。顶届欠嘛要去行来的时阵，阮制作人毋是伫边啊。嘿，是。啊，伊就其实心内有足侪话想要讲诶。啊，伊转去的时阵就讲。我其实拢听有，我嘛就想要讲诶，啊，毋过我讲袂出来，伊用华语讲啦，所以他平常时无咧讲诶时阵。只有时间练习啦，我感觉会使为一寡较简单诶。我相信咱听友嘛，一定有一寡人是平常时无遐侪机会讲台语，但是伊既然愿意听，表示讲伊毋管是对即个语言有兴趣，或者是希望搁较有机会讲，或者是有任何诶理由，其实。拄开始若袂顺时，无要紧，你就是找即款会使短短讲几句诶场合开始去练习。咱讲一寡环境，你感觉无遐优先，你较无法度随开喙去找一寡较简单，比如讲先去看台语诶戏剧，吼，像即款亲子诶戏，然后带囡仔去看，或者是你家己去看，嘛是会使来看，嘛是会使去看，或者是。嘛真侪歌戏的场合，你伫遐讲，你放心，绝对无问题。观众真侪人拢有才调讲，有才甚至有才调唱，所以你伫遐讲话，甲别人，反正你即边就会变数你答，嘛无要紧，吼，就是你先两句学背起来，你其他话你想要讲，你抑讲毋知要安怎表达，为简单的话句开始，其实你会愈讲愈济，吼，或者是。我嘛无得讲来找我讲，因为我无可能随时你甲逐个讲话。毋过我讲有真侪方法，吼，线顶搭嘛其实真侪即款诶，你讲社团啊，吼，即款就是我固定逐礼拜当时吼，我会讲过即个主题是啥，那你会使先暂时用短讲诶方式短讲吼，比如讲我先顾写好，知影我要安怎讲，先练习一下，我迄工就即段时间我就试看觅甲讲出来。我认为你日后会有机会来表达你真正想要讲的话。后边若阁有新的制作、新的戏，请阁是这位制作人，无要求你背一段吼，就是讲你先甲伊讲一段，伊上重要、上希望大家知影，不管是宣传或者是伊想要讲的话，这段特别留互伊来讲，咱开始来练习、来互动，其实一定有才调豆豆讲会出来。好，咱先来休困一下，咱们到个继续等下。我是乐利亚剧团的团长易真，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鬼故事。足久以前有一个翁婆，伫12月8号、9号、10号伫台湾戏曲中心要表演哦。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算文化，捌台湾。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咱安尼继续倒来讨论一下就是共款甲即出有一寡关系啦吼，因拄则咱讲即个叫做足久以前有一个翁婆吼，即出戏伊是你会阁今年阁甲提出来做，而且做一寡改变，其实是因为有即个计划的支持，即个计划叫做表演艺术台语主流化计划嘛。你目前就你家己知影。
来讲，伊大概是有法度互大家知影一个这个计划到底创啥嘛？前是昨仔我有看到新闻，其实嘛，要甲风风火火，真侪人拢有来参加嘛，做记者会啦，有啥？所以照理讲，应该即段时间内，大家看到真侪即款因为即个计划会使去剧场啦，还是去看到即款演出对无？照你讲是安尼嘛？对，吼，就是文即个计划化部，到底是伫创啥？就是文化部要鼓励大家表演艺术的团体来用台语来做表演所以咱今年年底进前应该会看到足侪台语的演出，若是戏剧还是音乐活动拢有即种较特别的表演其实较早有足侪团，阮可能进前想讲因拢无表演过台语的表演，但是即摆伊嘛入来参加，就是咱做伙来做即个事工。所以你即边是当时投镜哈，伊迄阵广告是当时。其实我知影是讲今年算讲诚赶咧，伊即个广告感觉出来。是，我毋知影，我敢有记毋对，但是可能是8月时阵开，即个计划开始公告开始互大家投来镜来报名安尼，来评选嘛。其实伊做欢迎大家来投嘛鼓励大家，文化部嘛有安尼敲电话讲，敢要来投安尼。伊会主动甲大家联络讲，伊若较知影的一寡团体啦、个人啦，因为因真正是足鼓励咧，做认真做台语的即个推散，即有感觉。毋过确实时间诚赶啦，今年有诚侪计划拢有即款的问题，就是甲语言有关系吼。台语的我家己嘛会特别去注意一下，真侪计划拢是到下半年才向补出来。你头前嘛先交代一下，所以应该每一个团即马拢足紧张的。毋过我嘛相对来讲，这嘛是一个选择，就是讲你平常时是毋是该开始，尤其你若是对，毋管是表演艺术，还是其他的领域，我讲拢共款，就是你若认为讲台语伫咧政府投入的即部分有市场、有产业化、有资源，其实你平常时就会使开始去投入即个物件，凡说是加注心一寡，或者是甚至有一寡准备。譬如讲像剧本啦，或者是你可能对一寡人才、台语相关的人才已经心内有数，大概知影讲你若真正需要时，要去倒位找，包含凡说台语的顾问、台语的编辑，等等的像即款的资源，因为有当时就是安尼补助案或者是计划案那向你补出来时。等甲你看到，你可能时间嘛有限，你搁做一出戏，其实是真需要准备，毋是讲你随便做会出来。所以事先的准备，平常时的累积，其实嘛最重要的。虽然讲即届我知影讲真济过去较毋是伫做甲台语有关系的剧团表演团队嘛，拢有来试看卖，我拢有来做。我毋知即边大家做出来，最后无共剧团的程度好歹，因为。嘛像拄开始嘛，即个计划案其实嘛是但是嘛，足欢喜大家做伙来投入的。对，但我因为咱家己听有嘛，我知影嘛有诚侪是甲即款产业有关系，表演艺术产业有关系，才甲台语有关系。真正你家己本身的剧团是，或者是啥物团体，甚至是你个人，若是有即个未来有希望讲。即块你会使，毋管你讲食会着，甲现实来讲，就是食会着即块资源，或者是伫即方面要行落，真正是开始。我讲今年看起，我家己观察啦，咱讲产业其实有真侪方面，就政府即部分来讲，我感觉确实你开始爱去注心即件代志，就讲我平常时要安怎去累积即个资源，你才袂讲向布一个讲，有即个案，歹势你袂赴，或者是你根本就。即个人组织袂起来，你无即个资源通做即个代志，这是爱做。譬如讲，你今日接即个案，然后有即个代志，以8月份来讲，今年8月甲你讲，你甲知影讲有即个案，其实是时间是足赶的，因为你今年，因为一年度嘛，照你讲，你今年度即个演出嘛是爱做甲煞，时间遮短的情形下，譬如讲你过去你有即个作品，你会使重新做调整，你有剧本，你有人才，你有合作的即个有法度讲台语的演员，所以你要甲即个人即个物件考下来时阵，你时间就会使较短一寡，你就随时有一个
相对来讲，我会使确定讲伊的即个程度、伊的品质是好的物件，甚至讲因为你捌做过啊，所以你即边为着即个计划，你搁做调整的时阵，会使互伊做搁较水、搁较好、搁较符合讲逐个的需要。但是你若是一个全新的毋捌做过剧团，你若资源有够的做会到，你若资源较无遐济，因为剧团大细细拢无共。其实无一定争取会着咧，嘛毋是讲你来投惊人就一定会互你啊，对无？这其实嘛是爱去争取，所以即点我感觉是爱互一寡有伫做表演艺术的朋友，或者是做各种创作的朋友，可能真正爱去注意即件代志。啊，你会听咱的节目，相对一定是对即个语言有注心、有兴趣、有趣味，或者是有一寡想法，所以平常时的累积其实是爱。真正是爱开始准备啦，我感觉，我相信讲，毋是干那今年、明年、后年，其实拢一定还佫会有即款的。我印象中，讲即个计划嘛是讲干那做一年应该会继续落去，啊，毋过就是希望讲，这时间会较早，互阮知影，会当嘿，无因为阮准备一出戏，应该一当前就知影讲，我明年、后年要做啥。表演的空间，干那空间你有真就足歹找咧。嘿啊，阮差点仔找无空间。对，我这就是上火气所在，所以真济物件事先真正咱若有先累积起来，有累积遮个资源，其实你后壁要做会较紧，较有机会争取会着遮个物件。当然，这其实甲咱拄仔讲的市场嘛有关吼，咱规个表演艺术市场即个产业。官方是一部分无毋对，因为表演艺术方面的物件，定定需要有政府的投入。毋过，敢若政府投入其实绝对嘛是无够的吼，无你规气就变成一个官方剧团就好啊。但事实上毋是安尼嘛。那就表演艺术产业来讲啦，咱着少现实来面对是台语即个语言，咱其他语言我个性无讲哦，以台语甲华语去比较来讲。你认为讲伫咧，毋管是伫制作方面，或者你过去嘛捌做过华语诶演出嘛？毋管你家己诶工课，或者是过去诶工课，或者是当伫做，加减嘛拢有接触过嘛？你感觉讲伫咧制作一直到后壁才通讲行销，就是讲对外放送啦，要互逐个知影咱有即个演出诶即个过程。各方面来看啦，台语甲华语诶戏剧，你认为敢有啥物无共诶所在？当然是。卖甲足辛苦诶啊！产业上大部分是歹卖，对无？是啊，就是阮拄则有讲嘛，阮做足侪议题，亲像200白是恐怖性别，性别的议题、人权的议题、过去历史的议题。啊，但是逐个对台语诶表演诶感觉上无信心。这是上下斗诶，等到上下斗诶是语言本身。因为因可能想讲啊，我相信即个剧团、即个团体有法度要甲即个议题讲个好势，个互逐个观众知影、了解、体会。啊，毋过语言就是你听有听无诶问题，所以因就是会安尼烦恼。啊，毋过其实应该是足侪人入来了后听着台语了后，才发现讲，我听有呢。即种情形嘛足侪。有当时我感觉讲，观众或者是一般诶民众伫设想一个台语戏剧诶时阵，是会欠缺迄个理路。迄理路意思是讲，你伫看一个表演，伊是一出戏，所以伊是有头有尾，有人行出来，有人行入去，有互动，所以你就算讲无完全了解伊伫讲啥，你看头看尾，你嘛大概也知影。就像咱定定讲，你看比如讲英语即个原文诶一寡册啦啥，你嘛无讲逐句看有，但是你会使为头尾咱华语会讲上下文嘛吼，顶一句下一句诶关系，你大概就知影讲中一句大概什么意思，你无需要甲100%完全了解伊伫讲啥。戏剧诶好处就是安尼嘛，你看人伫互动，伊讲甲使落啊，绝对袂是足欢喜诶一个表现，对无？所以这是我感觉逐个有当伫想诶时阵，会可能会先毋敢行入剧场，一个上大诶问题就是你一直单纯你想讲啊，台语我听无，台语我听无，其实戏剧本身表演本身。就是要互你听，有互你看，有互你感受会到诶物件。演员诶情绪，演员伫咧台顶行大诶方式，演员讲话声哨，伊诶声调，
伊诶表情，其实这嘛是拢足重要而且嘛。外国的表演团体来，大你家嘛是嘛是去看，唱咧卖啊，加加你剧情先看一下音乐剧嘛，嗯你真正英语拢遮好，逐个拢听有钟楼怪人，最近即几档做者日本的演员来嘛日是嘛，本的嘛是嘿，嘿啊，这秒杀嘛，所以对啊，大家毋免想遐尔济吼，对啊，吼，这是第一项基本就是讲，你若是台语无遐好诶人，其实免烦恼，免想遐济，你基本上大概了解一下剧情，你就会使入来啊。吼，这是无啥问题吼。重点是迄出戏做了好啊无好，其实就是安尼尔。那第二当然是有心要，有诶人会安尼讲啦。我最近听人伫讲即件代志，我嘛诚认同，就是讲。咱咧 complain 讲啊，当诶一寡少年囡仔啦，国中生、高中生啦，吼学生仔啦，囡仔拢伫耍抖音，抖音我着讲抖音啦，我无想要替伊翻译，都是抖音啊我嘛毋知安怎，TikTok 吼，无紧着是 TikTok 嘛吼，即个物件啊，抖音一想父母白养吼，即款话嘛有吼，但是你 complain 即个物件诶同时，你敢捌带伊行入剧场去看一出？台湾人做诶戏，台语诶戏，即款为在地布演，即为在地发出来诶即个作品，伊其实足好看，但是你根本无互囡仔遮诶环境，无互囡仔遮诶机会去看着遮诶物件，伊自然透过手机啊去看你认为无遐适当诶物件。我感觉这是诚好诶一个想法，就是你若是有囡仔诶人，或者是你感觉讲一寡朋友啦，啥平常时拢看一寡有诶无诶吼，那其实你搁较需要真正带因行入来剧场，看一寡好诶制作吼。我感觉这几档来，你会使看着足侪足好诶剧场诶作品，台湾本身诶作品，这个创作诶能量其实是抑搁诚大，真正会使去看一下吼。我感觉你若对遮物件看了，你有入心吼，你看了有欢喜有感动。最近几出戏拢诚有名吼，咱无特别讲伊诶名，但是咱拢一定拢看会着，网络顶悬你去找一下，拢一定找会着。我感觉这是真正你去面对真济，你感觉讲无希望囡仔看伤济诶物件诶时阵，搁较好诶做法。因为比如讲像恁诶戏吼，即出戏，伊讨论家庭，讨论亲子之间诶关系，讨论囡仔去面对细细念诶大人诶时阵诶心情，或者是伊最后比如讲面对原来家庭或者厝即件代志意义是啥？那即个物件你对囡仔细细念无效嘛？像你即出戏内底共款，对囡仔讲无效，带伊来看戏。伊反正嘛会有伊家己诶体会嘛，因为即个物件本来是为着要做互囡仔看，所以囡仔伊是上看会落诶，嗯，对啊，这是为你做诶戏，那你就无需要去一个人细细念了，人搁嫌你烦，对无？所以我讲这是上好诶方式。我嘛希望讲，当然这就是咱拄仔伫一直回头来讲，是讲产业欠缺诶所在是制作诶方面。一直伫制作无毋对，官方当嘛投入搁较侪资源，语言只是一个媒介，一个方式，但是重点是咱希望讲吼，即个语言发展出来，即个真在地物件，或者对个人、对家庭、对即个土地关心，即个关怀有法度传出去。但是上尾啊，终其尾是你即个观众爱行入剧场。对吧？咱毋是讲敢若永远拢阮投广告，你就会行入来嘛，对无？毋是讲若广告遮好用，逐个拢投广告的话，无可能嘛吼。除了广告，除了行销，除了放送，包含咱即无伫讲遮个代志以外，上重要是，尤其是家长，咱今日既然伫讲亲子戏剧，伫讲囡仔戏，咱听友内底尤其是家长，或者是未来你凡是有囡仔诶人，我感觉一定要去想即件代志，你到底要互囡仔什么款诶内容？绝对毋是叫伊卖创啥就好，你应该是讲，有一寡足好诶物件，我希望你看着。因为迄个包含足侪艺术诶啊，有音乐，有舞台，有服装，有电火，吼，这拢是设咱若讲计。美感，台湾人美感无够，你美学中华美学咱遮歹，你敢有带伊好去看一寡水诶物件，对无？是博物馆你嘛摆入去啦，美术馆你嘛摆入去啦，吼，即个剧场你嘛摆入去，你希望伊看啥？伊就是抖音嘛。其实我知影这无简单啦，因为阮受这教育大汉诶，
真正是较少咧接触即个表演艺术。是啊，毋过是是，即马资源愈来愈侪，我是真感谢愿意入来诶人，嘛是希望大家来看阮诶表演。毋管你今日是为着台语，毋管你是为着亲子诶即个主题，或者是为着一寡咱讲美学上，希望互囡仔看较水诶物件，或者是你就是希望互伊有无共款诶体验，拢好。行入剧场是一件最重要诶而且代志。就是讲，即出戏对阮乐乐诶意义，就是讲，阮16年开始伫无共款所来讲故事，每一个月拢无停哦。讲故事讲4、5档了后，才有即出红白诶戏剧囡仔戏搬去咧舞台顶，这是一个足长诶过程，所以真正是希望大家来看。所以等于讲即出戏其实是乐乐剧团遮济年来诶一个囡仔戏，或者讲亲子戏剧诶舞台剧一个结果，一个结实，一个成果出来，对无？这等于讲是你遮济年来累积落来诶一个累积落来一个成果，就对啊。所以对啊，我讲拄仔有讲到一个诚趣味诶物件，就是主题、议题真硬斗，啊无语言来硬斗。我无想过即件代志，但我但是想讲，比如讲你尽量做一寡人权诶议题、性别诶议题，照你讲应该嘛是伫咧推测上会较辛苦，因为就较严肃嘛，这是足现实诶问题。我无想到讲原来语言，台语这是上上困难辛苦诶。我这实在是毋知要安怎讲咧。当然，我讲歌戏，佫是另外一回事啦，因为族群诶差别吼。但是你若靠伫讲歌戏即款诶，比如讲你大型像《唐美云》啊，即款，伊一演出是票一买，就是你要买无遐简单吼，佫买甲足贵诶吼。但都是一般诶舞台剧，逐个都会惊讲，即个语言我听无，我讲这是足无彩诶代志。你会因为安尼来甲真侪诚好诶物件错失，吼，你会失去真侪机会。所以我真正希望讲，大家会使来走入剧场，毋管今日是乐乐戏，还是其他诶无共款诶剧场诶戏，去试看觅。就算讲迄出戏你看了，我讲无好看，即个过程嘛足重要。我走入剧场本身就足重要。你会当选择讲，我爱即团诶表演，然后你会当发现家己诶。对，你先大部分拢去遐看觅吼，因为讲实在，我感觉囡仔诶戏平均来讲较无遐贵，已经算讲较优先一寡。比如讲恁家己伫咧迄个中心诶演出，即边诶演出，其实我印象中若是专价是700诶款嘛，咱足现实连钱票价拢讲出来啊。但是你还佫有什么提早一寡优待嘛，较早买一寡优待。有学生诶票，佫有手艺观众诶票。对啊，所以对囡仔诶投资讲实在，你互囡仔去做一个什么冰淇淋、双淇淋什么碗糕吼，迄个体验半点钟伊甲你用好，基本上拢无做到400箍就开去啊。因为真侪即款400箍、500箍啊，几千箍，真正对伊会有影响诶物件，我感觉是像即款诶。毋是做一支双麒麟，我讲实在。我看一出好看诶戏，我转去拢会想足久诶。我毋知大家敢有即种。伊效果是足重要，足重要。嘿，你会当想足久，讨论足久，甲共款看戏诶朋友讨论，也是厝内人讨论。即出戏咧讲亲子之间，爸母爱放手啊，还是囡仔爱独立啊，即种诶话题。其实咱毋免遮尔严肃咧讨论啦，但是就是希望讲。这是一个万年诶话题。爸母甲囡仔做伙来看，就是有伊诶意义。是，你拄你讲爸母甲囡仔，我嘛感觉这是诚，我真正嘛一直想要问诶问题是，你做遮济亲子诶戏剧，毋管是对囡仔讲故事，或者是伫咧剧场做亲子戏剧，遮个主题遮济嘛，你家己搭嘛是有囡仔做阿某诶人吼，做老母诶人，你搭以搭诶身份去看待即个亲子戏剧、囡仔戏遮个作品。你家己认为讲，遮个作品对爸母甲囡仔有啥物特别诶意义无？其实做伙去看戏，就是诚幸福诶代志。我是安怎去无共款诶所在，讲台语故事嘛是，迄当阵要找即种亲子诶活动是足少诶，所以才开始做。所以就是对。你拄开始是因为
市民无，揣无。但是我希望互伊有。哼哼哼，嗯所以就开始伫册店啊、咖啡店啊讲故事啊，简单的戏剧表演开始。啊，愈来愈济，这台语路中的朋友做伙来做，活动愈来愈济啊，这真好。啊，但是其实我个人的风格其实无遐尔爱囡仔的物件，就是我较少年的时阵无去想遐济囡仔的代志，真正是变做阿母的时阵是两个世界。手抱孩儿才知爸母是啦，吼，这是是就老话啊，但是这嘿啊，确实真正吼真正是安尼，啊，毋过嘛是因为安尼透过遮个做阿母的经验，嘛是甲我感觉是我做珍惜的是，搁活一摆，你的囡仔是。你有带囡仔去看别人的亲子戏剧过无？有啊有啊，当然有。你看煞了后，你看待你家己囡，你即个过程当中，你敢有什么款的感受？其实足侪团咧做囡仔戏的嘛，就亲像我拄则讲的，你会当看足侪无共款的风格，啊，找着家己爱看的团。囡仔甲你讲啥无？伊看戏看了，甲你分享啥？比如讲，伊看着啥，还是伊的感受是啥？有啊，大人的囡仔的我拢有带过因去看，啊，有诶有感觉足趣味的，有诶嘛感觉足无聊。伊毋免讲话，伊坐伫边仔一直咧叮当，你就知影伊足想要走。身躯痛，你就知影讲啊，伊想要走安尼。就是豆豆找着你甲囡仔拢爱看的戏剧。啊，伊会甲你讨论无？伊看煞敢会甲你讨论讲，怎看做戏的内容啊啥？伊个人是安那？伊会这演员讲话啊，台词拢记条条哦。啊，会讲啊，我这个想要看一摆啥物啥物。你甲交代拢无一定会记哩，但是台顶的演员做过一届，反正伊介意的，伊就会家己啊，若是有歌的，伊嘛会记起来。我这就是爸母甲囡仔的一个共同的记忆，这是咱细汉的时阵无法度经历过。我相信以咱家己的岁数，咱可能无差足济岁。咱的即样呢，咱细汉的时阵，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是无即个条件，无即个机会会使有即个记忆，有即个过程，讲甲爸母做伙去看一出戏。我感觉这是就罕有的啦。我想对大部分人来讲是。像我家己细汉甲可能甲家长去看一出电影，对我来讲是足深的记忆啊！我都袂讲什么电影无即个岁数都但是对我来讲，我甲呾可能还佫会记哩哦。当初时我看是打一出，我连打一出戏我佫会记哩，打一出电影啦。所以我感觉你若希望互囡仔留下遮个记忆，遮真好，而且是会使记一世人的记忆。带囡仔入去剧场，其实是真好的一个方式啦。我家己观察是安尼。当然，爸母带囡仔去到剧场，即个过程其实当然，咱像你拄讲，咱嘛知影讲，其实无遐简单。咱过去无即款的教育，无即款的环境，互咱认为讲应该甲囡仔带入去剧场嘛。毋过总是目前咱就是我讲时代有伫转变，那目前嘛真侪好的即个囡仔的戏剧的作品出来，大人的作品出来拢有。遮侪物件，那当然你家己嘛一直有注心伫即块嘛，包含讲，除了你是家长以外，你嘛是一个创作者，你嘛是一个剧团的团长，伫做遮个代志嘛。那伫使用遮个物件，因为咱讲即出戏，比如讲即出戏是全台语的演出，那你家己事实上生活伫甲囡仔互动的时阵，台语的使用的情形啥款？除了表演，因为咱拄讲真侪物件是舞台顶，伊对囡仔有足大影响。伊可能看伊会学，伊可能看伊会讲哦，即个语言会使安尼使用。但是转来到生活当中了后，生活的语言内底，恁的互动或者是你家己做遮侪囡仔戏了，台语的囡仔戏了。我伊细汉时阵，我是甲伊讲话是用甲台语开始的，毋过就是讲。因为阮翁婿是原住民，所以我甲阮翁讲话是用华语，所以我无超工专做台语，所以伊就伫即个环境中，中大汉就变做一半一半。毋过
上课了后，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啊。学校的环境确实，伊就是甲你做一个华语环境伊就转嘛。换，就变做讲伊会晓听下台语，但是伊要讲，伊就做汉来讲啊。但是伊的根底其实伫咧，伊有迄个根基嘛，包含讲伊的第一语言、伊的母语，过来就是伊听本身是足无问题，因为你会甲伊讲嘛，所以你对伊嘛是目前伫你做教诶范围来共款是会有台语。但是我即马拄着困难，就是伊开始小学了后，要教伊学习的功课的时阵，我家己无法度用台语教，就是这数学啊，这个课，加减乘除要安怎讲，乘法要安怎讲，我袂晓呢。我了解。我感觉即个问题真趣味，我超讲会问你即个问题，就是我相信这是真济希望互囡仔台语环境的家长拢会面对的问题。虽然会面对着的，或者是你会看到的问题，大概这是拢袂走闪你的。虽然拢共款，因为环境就是安尼嘛。我讲我嘛想要甲即个问题，我当无法度互逐个什么答案，毋过我嘛想要甲即个问题留互逐个去思考。你若是有囡仔人，或者是你目前无囡仔，但是你去设想一下，讲今日你有囡仔，你想要互伊一个有母语的环境，会使用即个语言来思考，用即个语言来看待即个世界的时阵，即个环境其实无互你安尼的条件，你会安怎做？我感觉这是真好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啦。因为绝对无讲你无甲囡仔讲台语，你就做毋着什么代志，毋是安尼。咱毋是要强迫所有的人拢做这样，但是你若有心想要做即件代志时，你一定会拄着足侪困难的。咱较早进前嘛有访问过像即个台语路亲子共学团，像即个因有因家己的做法，因有一寡社会支持的方式，因有家己的遮个团体。但是你若是个人的，或者是你若有拄着即个环境，像你嘛会拄着像即款问题，你到学校99%可能拢是华语，这是咱无法度改变的事实嘛。那像即个情形下，我嘛真希望讲咱家己的听友会使去思考看嘛，你若有什么款的建议想法，还是你家己目前当下你就是即款的家长，你拄着的困难是啥，或者是你的解决方式是啥？我希望大家伫即集听了，除了去看戏最重要，但看戏以外，或者是你去看煞，即出戏看煞了，对咱拢还袂讲时间，咱要讲一下吼，咱要留互你讲一下时间。我感觉即出戏看煞了，凡说大家使来思考一下吼，就是你若有甲囡仔希望讲，互伊保留即个语言，互伊有法度讲台语的时阵，环境无够。你家己的做法是目前的做法，就是你拄着的困难是啥？我感觉大家使来交流一下，我感觉这是真好的一个互相支持的方式。我有一个朋友，伊是讲台语的，因翁本来伊是外省囡仔，所以但是伊做支持因某的做法，所以伊就开始伫厝内，若是囡仔册的时阵，就是拢讲台语，所以伊的囡仔的台语嘛袂歹。对啊，这就是一款可能的方式。对，每一个家庭一定有每一个家庭拄着的问题，毋是讲大家拢照安尼做就有法度。所以我感觉这是大家拢会使去思考啦。我感觉想要时间就要无够。好，我来讲一个，阮足久以前有一个红白的演出，是伫12月8号、9号，甲佫有10号伫台湾戏曲中心的小表演厅。你若是要买票，就会当去两厅院售票网，还是想要看佫较侪资料资讯，就是来罗里亚剧团的网站，还是面册，还是 IG 拢有哦。12月初8、初9甲10號，即個拜六12月初9是有2場啦，拜5禮拜攏是1場。而且12月9號下晡場有手機的翻譯，若是你有手機的朋友，就是歡迎因來看。有真濟囡仔足介學手機咧，我拄過足濟囡仔，因為感覺講動作足大，伊感覺心熟伊有法度做較濟代。有的囡仔你樣樣酸吼，你叫伊有的觀眾看了後講，秋怡老師足好看誒。所以你若是特別對即個手機有興趣，囡仔特別，尤其是你囡仔吼較
较活骨一寡吼，这动作足济，表情嘛就丰富来的。即场，我感觉伊会看甲足欢喜的。这互大家了解一下。好，咱今日时间嘛差不多啊，咱就到遮咯。感谢甲大家讲拜拜。拜拜。我袂记你迄个结尾的宣传，无紧啊，反正就是我跟边度讲啊，时间有限，反正就是大家若有什么款想法，像咱有提供真侪问题啦吼，所以互大家会使来去 Facebook 啊、Instagram 还是这个各大平台拢会使找着咱啊。特别甲大家讲者，就是 YouTube 打嘛听会着吼，所以你伫 YouTube 找亚特聊天，阮打嘛有空起哩啊，无画面啊，但是共款拢听会着，大家会使用即个 YouTube Music，敢若是 YouTube 的一个软体啦，共款拢听会着，大家都家己去找看觅。那咱今日就到遮咯，拜拜。拜拜。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教父甜苗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民丰、瑞奇、Moonwork、文珍。Moonwork 讲继续支持，我改一个名。文珍讲，阮翁明年3月要考比管，请阿弟叫伊爱读册，伊上听你的话。文珍的人，请你好好读册，祝你考试心头掠定，金榜题名。感谢以上所有天降会员教父。也佮有所有赞助支持这个频道的听友，有恁实际的支持，是阮更较有信心行落去的动力。